东大武山排湾族部落的泰雅古谣传唱，受邀请到澳洲的这个阿德雷德来演出。出国进前，先伫高雄的维武营唱给台湾的乡亲听。一身华丽刺绣是成为排湾儿女的骄傲，一曲泰雅古谣是成为排湾儿女的故事。歌声将穿越高山，飞过大海，接受邀请前往澳洲阿德雷德舞美演出。在出国前，因3月7日先伫高雄维武营表演。他既能用那个传统的方式来吟唱古调，他又能够跟这些台湾一流的那些跨界乐手们合作，比较通俗一点，比较欣赏性非常高的一个跨界演出。我们大概可以传唱大概100首的排湾族的歌谣。最困难的一点，其实就是因为会唱的歌曲很多，要如何在这么多的歌曲里面去萃取最精华的，然后缩编到2个句码，一个清唱的一个跨界，然后去做一个呈现。顶半场的古谣真清新，结合舞蹈加剧场感，表现出部落传统的生活样貌。下半场有加入吉他、大提琴、打击、键盘4位乐手演出跨界动感版的泰舞古谣。这摆演出将由老中青3代同台献美相依世代相传，古谣随脑歌声永不老。